故事結構係點呢？這個雙人行的故事結構大概是怎麼樣的呢？係咪都要做好多準備功夫啊？對呀、然後導演就請了真的醫生，因為我還要做手術，然後手術裡面的所有流程都必須跟真的是一模一樣，所以我就像上了一個醫學院一樣，然後醫生來就告訴我們整個開刀的所有過程，然後真的在把這個手術在電影裡面完全做出來，一點點不專業的地方都不能有。還好，就是哪怕一個手勢一個動作都有醫生告訴你對還是不對。那你會怕血之類的？什麼？血啊？怕唔怕㗎？不怕。但是如果是真的是人在底下就恐怖了，這樣。對。你拍得辛唔辛苦啊？我都唔夠辛苦，我哋，但係咧頭嗰幾日咧都有一場好大嘅動作戲啦。動作戲啊！動作戲。咁喺個醫院裏邊撞嚟撞去嘅，佢着嗰啲病人衫咧係薄係咪？唔係薄，係冇完全冇嘢咁，即係你完全冇衫，咁又唔可以剪，咁啊撞嚟撞去，完全冇嘢。可以打底手術，即係可以打底，又唔可以剪 pat，又唔可以乜咁啊。硬食喎。係啊。